咁呢排《風林火山》呢套大家講都講咗10年嘅電影呢，終於喺康城影展呢以午夜單元上映。咁有關心到呢套戲嘅朋友都知啦，咁評價咧喺影展嘅專業影評都好，或者買咗飛入去睇嘅觀眾都好，得出嚟嘅評價咧都係負評為多。咁好多都係話咧畫面同構圖咧極精美，但係角色嘅描寫同故事邏輯嘅敘述咧就欠奉，咁搞到好多觀眾咧都唔知佢做緊乜。咁我就留意到啦，咁我費事 cap 圖啦。咁喺 Fat 嗰度咧已經有啲咧可能係港產片嘅支持者，又或者 Juno 嘅支持者咧就開始講話啲西人唔識睇香港戲啊，又或者話王家衛都好，阿飛正傳都好，影評同埋觀眾嘅落差好大之類。咁我今次咧就唔係話想鬧呢啲網民，因為上網其實大家講咩都 OK 嘅。不過我都係自己覺得都係要親自睇嗰套戲咧先再作評論。咁依家講咩咧都係一啲推想同埋猜測。但係我今次想講咧，其實就唔係依單嘢，而係由依單嘢咧令我諗起咧，中意一套戲咧就等於依套係一套好戲嘅謬誤。咁中意呢個情緒究竟係啲咩呢？用中意一個人做例子，可能你中意佢嘅樣好 Q 啊，或者咧你中意佢一個動作同埋反應，更加可能咧你中意佢一切包括佢嘅缺點。但係呢件事咧從來都冇對與錯嘅。咁我用翻電影做例子啦，可能狂野時速1，其實劇情嚟講咧係好膠嘅。先唔好講點解佢哋可以搏晒成條街咁一班 MK 臭飛喺大街嗰度賽車，咁啲差佬咧又遲到又拉唔到人，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忽略嘅，因為套戲咧唔咁樣咧就行唔到落去。但係有咩理由班主角犯法去搶啲咩啊？搶 DVD 機啊！咁點解唔去鴨寮街嗰度搶啊？仲要 FBI 去做臥底，去查一班揸跑車去搶 DVD 機嘅飛仔？咁呢個情況呢，就好似無間道嘅梁朝偉去查米奇老味個毒品倉喺邊，咁查到嘅時候呢，發現成個倉都就係得京都念慈庵川配枇杷膏咁樣，咁心諗呢個故事究竟做緊乜鬼嘢？不過扯遠咗，咁雖然我咁講啦，但係呢套戲咧都有好多令人中意嘅地方，例如可能係 Dom 同 Brain 產生對立啦，但係都互相敬重嘅兄弟情，又或者係咧 Dom 有啲咧好有型嘅賽車做人哲學啊，甚或咧可能好直接一啲熱血沸騰嘅賽車橋段等等，有好多咧你都會覺得中意啦，但係拍嘅技術咧未去到最強最新嘅嘢咧擺晒喺嗰套片度，足夠咧彌補到故事線嗰啲咧奇奇怪怪嘅缺陷。而你咧都好感性咁樣覺得呢套戲咧係有啲部分觸動到你嘅，咁可能同你曾經經歷有共鳴啊，或者係睇過之後咧就唔知點解係好中意，咁呢套咧就係一套你中意嘅戲咯。第一套喺影評上嚟講嘅好戲咧，其實就好制式化，即係比起中意同唔中意咧，就有更加多非黑即白嘅位。就好似我之前做嗰啲片都有講過啦，好似打分咁樣嘅，即係好似咧一啲踢 lift 嘅配置啦，即係可能打燈啊、配樂啊、構圖啊、運鏡啊、美術上啊嗰啲嘢有冇處理得好啊，或者有冇新意啊，或者同個主題夾唔夾之外咧，仲要睇埋咧評分當下嘅社會氛圍，都會對影評嘅觀感有影響。當然比較有爭議嘅，通常都喺電影嘅敘事上，即係如果你係商業類型片啦，但係敘事或者結構上咧冇咁多嗰個類型嘅格式咧，就好易喺啲影評人嗰度咧就得到差評，因為佢哋唔 get 啊嘛。咁最好嘅例子咧就係 Shining， 套戲嘅隱喻亦好，故事發展亦好啦，都嚟得唔夠直白，係比較隱晦嘅。咁嘗試做一個細思極恐嘅效果，喺當時嘅恐怖類型片嚟講咧係一個新嘗試嚟嘅，但係出到嚟咧就係當時嗰啲影評人唔 get。咁過咗好多年之後咧，評價先逆轉。咁當然影評人咧認為係咪一套好戲咧，都有關佢哋個人嘅偏好，而嗰個類型片咧都好易咧採用咧嗰個類型片係咪常見嘅處理咧作為評分嘅準則。咁簡易我籠統概括咁講咧，就係可能啲藝術片小眾電影咧會比較側重選材，拍上面咧有冇新意啊、內涵同意思嘅厚度夠唔夠。咁而商業片咧就比較着重咧技術上嘅層面啊、敘事上面嘅把控啊，或者有冇各類型片要有嘅要素咁樣咧嚟做評核嘅。咁講翻正題咧，影評上嘅好同埋中意咧，其實比較上係客觀同埋主觀嘅分別。咁中意咧係好重要嘅，因為感受咧係嚟自觀眾嘅個人，亦都係我哋觀眾咧睇電影最緊要嘅一樣嘢。但係影評咧其實就係一個咧根據以往電影咧為新電影咧作出一個 good work 或者一個 bad work 嘅客觀參考指標嚟嘅。咁當然閱片同埋分析多過其他人，更加有獨立觀點嘅影評咧就係一個越有說服力嘅指標。
而兩者咧就係有面向公眾同埋自我嘅分別。咁當然啦，踢呢上嘅嘢其實冇咩好拗嘅，即係非黑即白。即係我諗冇人會話 Flash 嗰啲 CG 係好好啊。咁我自己個人咧亦都有一個影評好好，但係我自己個人就唔係話好中意嘅電影。咁就係咧月黑飛高。咁我睇完咧，我自己覺得咧啲配置啊同埋安排都極好嘅戲嚟嘅。即係你打分咁打咧，其實100分有90幾分嗰種。但係無奈地對我嚟講咧，呢套咧就係一套好戲，但係咧就未能 touch 到我。即係可能我自己啲個人經歷啦，未能有身同感受啦，或者佢啲敘事咧好 detail，就唔係好啱我自己個人喜好。咁但係呢啲都係個人感受嚟嘅。喺客觀嚟講咧，呢套無疑係一套好戲嚟嘅。咁兩者咧其實係冇衝突嘅。咁翻《風林火山》呢單嘢啦，咁其實評論歸評論，咁無論係點咧，都一定有參考價值。加上康城影展嘅影評人咧，閱片其實正路都會比一般觀眾多。咁呢啲始終都係佢哋嘅工作，就係拎把尺咧去審核啲電影。咁準則咧同一般觀眾嘅中意或者唔中意唔同。咁其實駁嚟都好無謂，亦都唔啱乸嘅。咁亦都可以咧，等到戲上咗再講都未遲。咁今次我自己都係想借題發揮一下，講一個觀察咗好耐嘅問題。咁唔知大家對呢樣嘢有咩睇法，都可以留言嗰度同我講。咁不過我諗呢個問題咧，未來都會發生多一次，就係未來奧斯卡同埋哪吒2嘅爭辯，準備睇啲小粉紅咧大戰影評人。咁亦都歡迎大家多啲討論啦 ，share 條片出去俾 like 啦，同埋 follow 個 channel。咁或者都可以喺咧下面咧 follow 埋個 IG。咁啊，大家可以喺 IG 嗰度咧再留言傾偈嘅。好啦，今次係咁先啦，下個星期再見。